说吧，你到底有多少钱？瞎看什么？回话。没多少，400多根小黄鱼吧。400多根小黄鱼，开什么玩笑？怎么可能呢？你这生意才搞多久啊？刘哥，当警察你才好，做生意你不行。知道什么叫一本万利，日进斗金吗？我呀，穷怕了，一有钱就都换成金条了。那都藏哪儿了呀？保命的钱，你随便说嘛。你们俩跟我下车。你，前边。嗯，前边。哎。在哪儿呢？花坛边那块石头，掀起来就是。下车。快点！我都换成了足金金条。陈家那小子怎么样了？不行就弄死算了。不斩草除根了。那2个目击者大概10米，那个女的是报案人，就在车边。其余的金条藏在哪儿？各种你想不到的地方，还有5包，保我5年的命，怎么样？那5年之后呢？我会更有钱，继续续命呗。你是怎么换的金条？我的人可是天天盯着你。我朋友多，其实宋世莲一个人就够了，还有分销商的贿赂，很容易。哼，我怎么知道你还有其余？人你都杀了才想起来？我不相信你。你要的不过是钱，我要保的是命。我更希望这笔买卖做成了。每年除夕，我会告诉你一个藏钱的地方。行，我也不怕你跑。你跑了，我就杀了你芳姐。还有一个厨子和一个戏子。你怎么知道？半辈子警察不是白当。马上封锁出城道路，严查所有酒店旅馆。如果发现646的车，立刻扣押；如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
你以后不能再抛头露面了，也不能再回来了。肯定的。得保证我能找着你。哎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找到落脚的地方，肯定得来接我放去。到时候你不就知道我在哪儿了吗？哎呀，要不然我帮你。哎，你再一枪打死我。这样吧，打我几拳，用你最擅长那个，打出印儿来。哦，我可不敢。快点儿，要不然我一枪崩了你。那你把枪放下。我不放。你拿这么个玩意儿，你比划我，万一走火呢？来吧，来，注意力的啊！来不来？赶紧的。哎，你让我打，你下手这么重啊你！我要不用点力的话，你觉得邝廷魁他能相信你吗？行，再给我脸上来一下，还来？要不然他不信。不许真翻脸！快点！真使劲呐你！你个该死的！怎么会有枪声？哪里的枪声？阿芳，你能看到这封信，也意味着我出事儿了。我判断仇人近期会对我下手，所以做了一些准备。你见信后按我的要求来做。第一，不要把我的弟弟妹妹卷进来。我是大哥，该我来挑起这个家，挑起复仇的担子，承担所有的危险。弟弟妹妹就让他们各自安稳成长吧。万幸我没有把仇人是谁告诉他们。如果我运气够好，我会收买到警察局的廖四六，他是个烂人，也是个贪婪的人。六哥，我有办法让他就范。走开。徐南路总说我是狡猾如狐，我得名副其实露上一手啊。阿芳，我是真的想娶你，我拼命努力，不择手段的挣钱，要开合记大药房。一是为了你的未来做打算，二是为了证明给我师傅看，告诉他我要娶你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让师傅放心。但我也是个危险的人，我要干的事儿很可能会丢了性命。如果这次侥幸不死，我会到佛山落脚。罗松诺爸认的水果店是我父母最早的生意，不管现在落在谁手里，我都要买下来，在那里找寻父母的足迹。你如果愿意做我的妻子，就来找我；如果不愿意，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。缘分终究有深浅，我认命。法医说，那两个兄弟在3个小时之前就死了。这3个小时你在做什么？他抢了我的枪，杀了2个兄弟之后，挟持着我到处转。到什么地方转？遇到什么人了吗？没碰到任何人，到处转了一圈。他带我去了一个地方，拿走了一些钱。什么地方？南路药房。他从南路药房大门口拿走了一包金条。从门口拿走一包金条？
而不是药房里边？不是。南路药房大门口有个花池子，花坛上边有个石板压着，他从石板下边拿出了一包金条。奎哥，金条的声音我还是听得出来的。那时候你在做什么？被他用枪顶着头。在这之后呢？在这之后，他让我开车亲自护送他出广州。我寻找机会跟他搏斗，虽然他打了我，但我抢到了枪，打中了他。没打死吧？我被他打得浑身疼，手抖，但我绝对打伤了他，因为地上有血。我会核实的。如果有隐瞒的话，甘受党纪国法处分。我会亲手打死你。你亲手打死我。外快，来，带人赶紧维持秩序。是。队长，诚心军火库，一定是有奸细给日本飞机指引目标，想办法抓住他。是。国家危难如此，还让我为这些事操心，真是不值得。奎哥，我错了，都怪我没杀了他。明天登报通缉他，说他畏罪潜逃，罪名他是日本奸细。是。哎，来了，你看看我一大早上啊，干了多少事？这是不是你干的？什么呀？报纸上说我大哥是日本人的奸细，给日本人的飞机报目标。啊，这不胡扯吗？哪个报纸？所有的报纸。他们说我大哥昨天晚上已经畏罪潜逃了。那你大哥怎么说？我去他们家看了，大门已经落了锁，药房也看了，被警察查封了，连招牌都卸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老太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要是有这个想象力，你能不能把高汤给我熬好点啊？是，我不喜欢你大哥，但是我也不至于做这种事儿啊。我今天干了，我去看看我妹妹。我大哥不可能是汉奸。是。哦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大家继续排练，继续排练啊，没事。你先坐下来，你先冷静下来。国民党的报纸我是不信的。我要去找阮飞洲，我让他把文章撤掉。哎，他失踪了，失踪好几天了，可能是轰炸的时候被炸死了。我托了几个朋友去找他，目前还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日本飞机这些日子天天轰炸，已经死伤上千人了。这就是战乱，每个人都命若青线。我要找我大哥去。哎呀，他不在家。早上一看到报纸，我就安排人去找他了，门锁着，他和凤姐都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我们也在调查。如果什么呀？他不可能是汉奸。他是烈士的孩子，我们当然不希望他是汉奸。可能是。为什么？就凭他是你大哥？凭你们有血缘关系吗？性格、人品是会改变的。你们分开了10年，谁知道他经历的是什么？
你再这么说，我就跟你绝交。李夏，昨天我在他面前暴露了身份。如果他是坏人，有危险的是我。其实从组织上的审查来看，他也说不上是好人。他和大天儿走私西药，势力遍布三角九流，跟他合作的很多都是坏人。李夏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找我二哥。日本飞机的轰炸范围遍布了整个城区，大部分属于平民居住区，违反了国际公约。国际公约，能不能少扯这些没用的呀？是。给日本飞机打的信号目标集中在造船厂、军火库、军营、火车站附近。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排查，没有发现可疑分子。但是在现场有找到过信号设备，是一种简易火箭，样式统一，所以我们怀疑奸细是有组织的。怀疑对象是沙面的日本领事馆，已经派人暗中盯着沙面的出入通道，但目前还没有收获。没有收获。陈山河呢？让你们查陈山河，有进展了吗？还没查到证据，而且他人已失踪，失去调查方向。他的巨额财产呢？不值得查一查吗？他表面上经手的那些产业都跟他没什么实际上的关系。和记生药铺是他芳姐的，南路药房的发冷丸是徐南路和他芳姐的，还有一些别的案故，但都跟他没关系。那么多的钱，跟他没关系，不是更应该查一查吗？那倒是，但是徐南路正带队在北方做战地救护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，省府和市府都要给他授勋。咱们这个时候查他的产业，会不会？我们特侦队什么时候畏手畏脚的了？别瞎记了，记什么呀？瞎记，有什么可记的？徐南路什么时候回来？明天到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明天，我们给徐南路准备一个欢迎仪式。各位兄弟，回家洗个澡，换换衣服，晚上省政府设宴，我们晚上见。好嘞，好嘞，晚上见，好，再见。日本奸细滚出来！日本奸细滚出来！打倒陈山河！打倒陈山河！打倒日本奸细陈山河！打倒日本奸细！赵走廊，想清楚了吗？你也打听了吧？全佛山水果店都进我大哥的货。不要吵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让你大哥来喝茶嘛。潮汕的茶好喝呀。哼，你让我大哥来，我大哥就得来啊。喝茶。这么大的生意，当然是要当面谈了嘛。可是我受伤了吗？你大哥要是不想要钱，那就不要来了嘛。哼，懂规矩。嗯。哎，
曹州老，我不是来喝茶的。其实我不是潮州人，我是佛山本地人，禅城老乡。我父母是外地人，来了佛山之后开了这家水果铺子。大概是我3、4岁的时候，经常来店里玩。后来父母生意做大了，就不怎么来了。谁开店也得进我的货。好说，好说啊。果然还在这儿，虽然模糊了，但是还是看得见的。来，你看得见吗？我看个鬼啊！这些个道道是我爸爸亲手画上去的。这一道是我的身高，这一道是我弟弟的身高，没错。那个时候小妹也就才几岁，真的是，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？恍如隔世，对，恍如隔世啊！你可不就是看见个鬼喽？那个不可！炮制中药啊，最难的就是切削药材，尤其是鹿茸，刀法要极快，否则要损失千斤万斤。我这刀法啊，是切药的时候练出来的，还入你们的法眼吗？给我弄死他！瓜算是送你们的，留下来吃饭。走。来了。来了。不走了。不走了。嚟，小心啲吓！嚟，幫我手你，劉將。徐老板，徐英雄，请受小弟一拜。哎呀，行了行了。哎，陈山河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人在哪儿啊？是谁在给他泼脏水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嗯，你不知道？啊？那生意不做了，钱不赚了。来，亏牛用光了，山河不是说还够用10天的吗？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？哎，这发冷丸的生产量每天都不一样，他怎么判断还够10天？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，那这门生意我就不能做了。哎，徐老板，你是做正经生意的，山河怕拖累你。狗屁！我告诉你，我打小啊就想闯荡江湖。怎么，这江湖你们去的，我就去不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还上过战场，看见过漫山遍野的死人呢。你是徐英雄，我不跟你争，好吧？那你说实话。这几天我准备带兄弟去趟佛山，当地有个做水果生意的大天二不守规矩，我准备去抢了这门生意。那正好，我跟你们一起去，也好借你们的力，帮我搬一搬书。徐英雄。稍好。徐老板，哎呀，
好久不见呐，想死我了。我也想你呀啊！哎，上哪儿来了？别提了，前段时间我差点死在646的手上，弄一把防个身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别说我了，我这日思夜想，担心死我了呀。你担心我？当然呢。你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天天看报纸。你快跟我说说前线的事儿。听说打得特别惨，咱丢了好多地方了。我跟你说，山河，我们的人呀，牺牲很大，在战场上，我真是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啊！小鬼子对我们中国人那就是烧光、杀光、抢光。根据目前的战况来看，广州城早晚都会失守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联合起来，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，跟小鬼子斗，保护我们的家园。想法是好的，你团结谁去？现在这情况，团结是慢慢来呀。哎，你不是有枪吗？等小鬼子打进广州城，你就可以跟他们干了。就我这一把，我跟谁干？我也可以再找一把。哎，行，走。哎，先吃饭去，边吃边聊。我们找了几天都没有找到大哥，要不然去问问妹夫。什么妹夫？他就是我师哥。怎么了？吵架了？他说大哥不是好人，我不理他。小梅，现在想要找到大哥的线索，咱们必须要靠他。在没有找到你们俩之前，我总觉得我这辈子就跟戏台上的金人古人过就行了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不觉得孤独了，所以这回大哥不见了，我特别害怕。大哥之前到底有没有跟你说过咱们的仇人到底是谁？没有。我就是担心他自己去报仇了。不是说好了一起报仇吗？带我去见你师哥。你们大哥在佛山受了枪伤，但是没有大碍。我大哥现在住哪儿？我们去看看他。我也要去。我最近代表组织接洽国共合作，太忙，我就不陪你们去了。你们可以告诉大哥，他的事应该能解决，不用躲着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国共合作了嘛？想杀他的人，我可以去做做工作。所以说你知道那2个人是谁？告诉我。至于是谁，你们可以去问他，但是我可以做工作，让他安全回来。睇埋揀啦，啲鹿油好新鮮㗎，你睇下，幾新鮮，睇埋揀啦。新鮮的水果，過來看一下吧。我怎麼就記不得了？本来我也忘了，那天我坐在那儿發呆，陽光正好落在那兒，就想起來了。小的時候，爸爸媽媽總擔心我長不大，就喜歡一天到晚給我聊生活。就在咱们家大门口，这门框上。我来佛山这么久了，这伤啊都快好了，也没敢进去看一看。大哥，你是心里的伤没好。我回去过，反正咱们家现在早就已经换了其他人家了。我当时是花钱借了人家的厨房，给咱爸爸妈妈做了一桌子饭菜。我希望他们可以尝一尝儿子的手艺。我觉得做了那顿饭菜之后，我这心里才踏实了一些。其实这些年我跟你们一样。我一直也不敢回来，直到有一天我学会了妈姐菜。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
原来咱们小的时候，家里有一位妈姐，一直给咱们家做菜。我们回去一次吧。为什么都已经到佛山了？我们想把父母都吵跑了。小妹啊，爸妈最疼你了，得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，不是吗？大哥，我都走了几个月了，咱们现在该回广州了。对，本来你们不来，我也该回去了。那些人现在顾不上我，也该回去了。国共合作，说国共合作，你们就都以为是真的了是吗？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，他们就跟政府一条心了是吗？那是共产党，别忘了，拿着枪跟咱们打了10几年仗的共产党。况觉，蒋委员长说，我就想批评你们这个事情。我们不是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，我们肩负着特殊的使命，心里边都得时刻给我警醒着。奎哥，你闭嘴！国共合作是假的？甭管真的假的，心里得有数，不能让共产党占了便宜啊！共产党要为我们所用。没占吧，况觉？没有，嘴硬是吧？我问问你们，广州最近来了多少外地人？多少知识分子、社会名流啊？他们谁是共产党？没丁是吧？啊？越有影响力的人越要查。那个大作家茅盾住在爱群酒店，谁监督了？夏衍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编《救亡日报》，谁盯着呢？奎哥，你闭嘴！不是，那日本奸细还抓不抓了？我这儿有情报，你不想听啊？那你说，不知道最近怎么得罪你了，老是训斥我。你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啊？你自己干了什么？你心里没数是吧？你自己看啊！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看，现在拿着就看。哎，上个月在恩宁街买宅子，你花了4根金条；状元坊钱家老铺，你做了6套西装；长兴金铺你买金项链啊；先施百货买外国香水和外国化妆品；陈塘妓馆里边所有的妓女让你小子给睡遍了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一个天天睡妓馆的主，你买宅子干什么呀你？你哪来的钱？我奎哥都知道了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我用你解释了吗？在座所有的兄弟，谁想听你解释？你说吧。是，我得到不假情报啊。对了，还有啊，都听着，虽然是国共合作，但对我们来说这是机会。现在不抓共产党了，但是广州谁是共产党，给我找出来，登记在册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说奸细的事。谢谢太太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
位喜爱太平年班，还有喜爱红棉戏班的朋友，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捧场。近日，借市政府命令，为了防范日本飞机的轰炸，夜晚的娱乐活动全面取缔。今晚是最后一场，跟大家告个别。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是啊，对呀，就是演呀。各位，这个问题八和会馆也向市政府提出了咨议。市政府的答复是，这是为了防范日本奸细来指引轰炸。我是广东省会警察局的局长邝庆奎，你们中间有日本奸细，是自己滚出来呀，还是我把他给抓出来呀？不要存有侥幸心理，我知道，你今天的目标就是这所募捐的剧院，一会儿你会出门放火箭，指引轰炸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作为中国人，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国家，你是民族的败类，国家之耻。按照战时条例，就地正法。是，别杀我！我错了，该杀！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炮火前进，冒着敌人炮火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进。谁呀？你小子跑过来了？嗯？哟，这么多好吃的，干嘛呢？我女儿寄信来了，我现在有她的地址了。人？嗯。这不是那个的根据地吗？对呀。你说我女儿厉害不厉害？去根据地。老谭，你确定这个能寄过去啊？我确定啊，我都打听好了，现在国共两党合作了，没有关系啊。哎，咱们的新菜宴要不要动起来？想通了，啊？我可以马上安排。那咱们拍卖的钱，我想好了，5-5开，好吧？哎，好
46也行。这是我最后的底线了。这样吧，之后咱们的这个分成比例到底怎么分，我们再商量。嗯，但是我建议啊，第一笔不管多少，咱们都捐了。捐了？对，捐了，咱们捐给抗日。